今日分享關於心靈嘅創傷記憶治療，點解對於我哋身體健康病得醫治係有極大嘅幫助。由小到大，我哋每一個所遇見嘅創傷、失去、衝擊，都會引起我哋身心靈嘅 fight or flight 嘅反應，即係戰鬥或者逃離嘅反應。戰鬥就係我哋裏面有一個憤怒，嗰個憤怒就係點解面對一個咁嘅狀況冇人做嘢啊？憂愁、恐懼就係一種好想逃離嘅反應，係因為我無能為力，亦都冇人幫我。所以喺呢啲嘅創傷嘅經歷嘅當中， fight or flight 嘅反應使到我哋嘅身體心跳加速，血壓上升，我哋嘅神經嘅脈衝多咗好多，我哋嘅腦分泌不斷嘅消耗，我哋嘅免疫系統有好多嘅調整，要預備去作出各種嘅回應。但係當呢啲唔係一時三刻，而係持續嘅喺我哋嘅內在嚟到去累積嘅時候，產生嘅就係血壓高啦，免疫系統嘅失衡啦，自身免疫系統嘅疾病、濕疹、心臟病、膀胱好多不必要嘅反應，腸胃嘅易激敏感，腦部嘅失調帶嚟嘅抑鬱、焦慮、失眠、驚恐症各樣嘅處境，甚至我哋嘅五官、五感都會受到影響。所有身體嘅裏面都因着長期係一個嘅發炎嘅狀態、戒備嘅狀態、fight or flight嘅狀態，以致係有好多嘅失調，就係 disorder， 好多嘅秩序係轉變咗。所以當我哋經歷心靈嘅醫治，經歷記憶嘅治療，我哋嘅身體就揾返一份嘅平安。所以喺以賽亞書26章3節嗰度話，堅心倚靠神，大得十分嘅平安。